大家好，我係尖尖 Sir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係電梯裏嘅 pitch 點樣30秒內勾引李嘉誠。所謂 elevator pitch 唔係你真係喺電梯買嘢，而係點樣喺30秒內撩起人心火，引起對方注意，種下成交種子。打個比喻，有日你喺電梯撞到李嘉誠，你有30秒機會拗水吹，點樣令人難以忘記而留下記憶？而最識得把握短時間拗人藝術嘅行業就係性工作者。由職場成交到慢火養下，佢哋點樣用身段、語言、角色定位打動人心而促成交易？第一類街站職場型企街女，多數出現喺舊樓、唐樓地帶。靚仔去唔去舒服一下？一開口就賣剛需，一口定價，零故事背景，靠一句引發原始本能。目標清晰，受眾準確，針對即刻想要嘅狼性市場，唔需要教育，不多談講身材講樣貌，你想發泄我就係你發泄機器。第二類就係一流一。香港風月非為必別淺勝地，古有香檳，金席上有打羽毛球嘅健興及富士山等，棟嶺起碼過數百條，各皆麗，門口張貼大字報，先來一場文字獄，從字裏行間嚟推動你按下門鐘，之後性感打扮嘅人間煙火，以 fast and speed 嘅速度開門，一開一閂，一開一閂，滿神秘嘅亮相，先嚟打開心扉，後想入非非，用強大嘅落差感征服你嘅腳骨力。大多數行山人士經驗反映，九衝達山腰，多力有不逮，即下馬胡亂入閘，盡內雙收。某一玩法講求嘅係包裝同感受設計，你要 create 真實場景，引發對方內心幻想，加上人來人往，霎時之間花多眼亂下，成交機會就大增啦。第三類就係網絡女團，無論係 PTGF 或者由代理穿針嘅，先講 sell 自身，賣歲數嘅有，賣職業嘅有人妻，有 OL 有學生，賣慘嘅有離婚少婦，仲有等錢救命嘅漂泊清流女子。此外，信息多數加插男友第一視覺，先係手機任你放大舞動，引發爆發性聯想，亂 Q 晒龍，加上心水不寧下，變照約會，雄心化作拯救苦海落難嘅超級英雄。由一口定價，令你舒服嘅神器，一種午夜空靈，一開一閂，引狼入室，從長計議。最後一種講情緒價值，勾引你做蜘蛛俠，為民請命，濟世為懷。最後這場性交易嘅國門炮嘅成交價，結果唔使多講啦。總結，無論你遇上李嘉誠，定係入電梯撞到你上司，你除咗講你係邊個之外，仲要講得出你點樣幫對方舒服得嚟，又唔會後悔。Elevator pitch 唔係賣你自己幾靚，而係你點令人30秒內有感覺，唔係講晒功能，而係勾起人慾望，加上情緒價值就無敵。最後咧，你要記住，成交價由你而定。pitch 就真係 pitch 啦。多謝閱讀，鹹中得道。下集尖尖 Sir 繼續交談闊論，鳩唱不文，隨著文化延伸演繹，呈向香港不文教富貴安。